Hello，大家好，我係輔政師 Johnny，我係抗病治抑鬱病研究系列嘅作者。我自己本身都係一名既資深又專業嘅抑鬱病病人，患上抑鬱病亦都已經超過30年啦。我去寫抗病治嘅目的就係希望可以徹底解決抑鬱病。之前嘅片呢，就係講我自己嘅病變嘅過程。我有一個期望，就係我希望呢，我可以遇到第二個抑鬱病嘅病人啦。佢有一個比我更加詳細嘅日記記錄。點解我會咁講，同埋點解我有呢一個期望呢？就係我自己第一篇嘅日記，就係我自己覺得我抑鬱病成熟嘅嗰一日開始寫嘅日記。而我之前去還原我自己病變過程嘅嗰啲嘅資料呢，都係十分有限。係1989年11月嘅一篇文章，1990年3月中嘅2篇嘅中文堂作文嘅文章。所以喺我自己還原呢一個病變過程嘅做法裏邊呢，可以話我粗疏咯，因為我擁有嘅手頭上面有記錄嘅資料，都係非常之有限啊。咁但係我真係盡自己最大嘅努力，將呢一個病變嘅過程嘗試去還原啊。咁所以我係期望我係可以有機會遇到第二個病人，佢可能有比我更加詳盡嘅文字記錄，而呢啲咁詳盡嘅文字記錄，我相信就係日記嘅記錄啦。我期望就係遇到第二個抑鬱病嘅病人啦。佢係由佢病變之前就已經係開始寫日記啦，開始記錄佢自己嘅日常生活啦，開始有一個有清楚日期嘅時間記錄。而呢一樣嘢係我自己所欠缺嘅咯。咁如果有一個更加詳細詳盡嘅準確嘅記錄嘅話，咁我相信係可以將呢一個病變嘅過程係有一個更加準確、更加形象化、更加鮮活嘅一個嘅還原啦。咁有一個咁鮮活嘅還原出現嘅時候，咁我哋就可以對於裏邊嘅身心狀態嘅病變啦，就可以有一個更加詳細嘅研究喺裏邊咯。咁我覺得我自己個人上面就係對於我喺病變過程裏邊嗰個身心狀態嘅改變呢，都係寫得唔夠嘅。個認識呢都係仲係好有限嘅。原因呢就係因為自己手頭上擁有嘅資料呢，都係有限嘅，甚至乎係不足嘅。所以喺我自己呢一個還原嘅過程裏邊，我覺得都係未夠盡善盡美啦。所以我有一個咁嘅期望咯。所以我就期望就係可以見多啲，
可以收集多啲呢方面嘅資料，然之後可以做出一個更好嘅還原啦。咁有更加好嘅還原出現，有更加仔細嘅資料、更加詳細嘅資料出現嘅時候，咁就可以有一個更加明顯、更加明確、更加清晰嘅圖像。關於抑鬱病嘅病變，有一個更加清晰嘅圖像就可以咁樣出現啦。咁依家做到一啲，但係都係美中不足。都係即係眼見係可以睇到有睇得更加好嘅一個嘅可能存在，不過唔知道可唔可以遇到。曾經有機會，不過呢個機會已經消失咗啦。我由第二本書《抗病治2》開始，或者咁講啦，我由第一本書《抗病治1：苦困抑鬱病20年》開始，我就開始發覺，文字記錄係好重要啦，喺研究抑鬱病裏邊。所以由第二本書《抗病治2》開始，咁就已經係變成為日記研究嘅系列。日記研究嗰個嘅文字記錄就更加準確啦，喺嗰個日期上邊就更加明確啦，唔會咁容易搞錯搞亂啦。所以有咗呢一個日記研究嘅經驗，我就更加相信日記研究係一個研究抑鬱病嘅好好嘅方法，因為佢可以提供到好準確嘅資料，好準確嘅時間資料嚟到去將抑鬱病還原。而或者係咁講啦，就係如果唔係用日記研究嘅方法，即係我哋只能夠單憑記憶嚟到去嘗試還原抑鬱病。如果用記憶嚟到去還原抑鬱病嘅過程，還原抑鬱病嘅面貌病態，純粹嘅記憶係好粗疏，而且係俾出嚟嘅圖像係好含糊，好多嘅生活嘅細節，好多嘅心靈嘅活動、心理嘅活動嘅前因後果過程，好多呢啲嘅嘢都會冇咗咯。如果純粹靠記憶嘅話，咁所以日記研究呢一樣有憑藉嘅研究方法係好重要，亦都對於我嚟講好值得信賴咯。今時今日，又或者我做呢一個寫抗病治系列寫到今日啦，差唔多係16年嘅時間。喺16年嘅時間裏邊，都係花好多時間，每一日花好多時間去做呢一件事，去寫抗病治，去做日記研究，去回顧自己嘅日記。我發覺有一樣嘢係如果有日記做一個憑藉嘅時候，我再去回顧自己嘅患病經歷，我發覺有好多嘅嘢原來係好容易俾我嗰個嘅記憶嘅方法啦，或者係腦袋記憶嘅方法、認知嘅方法，甚至乎可能係儲存嘅方法、認知對經驗儲存嘅方法。我對抑鬱病嘅純粹留住喺記憶上面嘅印象，原來係好多地方都會係忽略咗。
病咗咁耐都唔知自己點病法，有好多地方原來係冇留意到，或者係根本係唔存在喺記憶嗰個檔案裏邊。舉一個好簡單嘅例子咧，就係譬如我喺抗病治2裏邊提出陰隱痛楚呢一個咁嘅概念啦，我將佢即係擺一個好重要嘅位置咧，因為原來佢係好多抑鬱情況嘅源頭，好多負面思想嘅源頭。咁但係點解我病咗幾十年我都喺個記憶裏面係冇懷疑冇察過呢一樣嘢呢？我好容易將出現喺身體痛楚、出現喺身體上面嘅痛楚係遺忘，而我個腦袋、我嘅記憶就係塞滿晒一啲負面嘅話語喺裏邊。係我只能夠講就係我或者係人嘅腦袋、人嘅嗰個記憶嘅方法、記憶嘅方式，甚至乎如果係用電腦嘅一啲術語去講，我哋嗰個 format 啊，嗰個腦袋記憶嘅 format 啊，原來係留唔住好多嘅細節，留唔住好多嘅唔進入認知範圍裏邊嘅事情。陰隱痛咗咁重要，係冇留低喺個腦袋裏邊。而繼而第二個問題就係、是，譬如抗病治3、抗病治第3本講壓力下的癱瘓，我可以記得我好多時做功課係我會咁講係集中唔到精神，但係嗰個過程原來係我冇記住，冇記到佢落嚟，我只係記得集中唔到精神，甚至乎後期我好長嘅時間，我係用焦慮嚟到去形容我做唔到功課嗰個嘅情況。喺抗病治1苦困抑鬱病20年裏邊，我已經係有咁講啦。我做功課嘅時候有一個好嚴重嘅焦慮嘅問題啦。但係呢一個問題，我記住，我留低住喺我腦袋裏邊就係焦慮，或者我會覺得因為焦慮，所以我集中唔到精神。但係我就冇辦法去用一個比較闊啲嘅角度，用一個流程嚟到去記住呢一件事咯。所以我有一個問題就係集中唔到精神，做唔到功課，好焦慮，係不斷重複咁樣發生。而有趣嘅就係每一次做功課之前，我都覺得我可以集中到精神，我都可以做得到落去。但係每一次嘅時候，我都係一開始做功課，我就癱瘓咗落嚟，好奇怪。當其時已經係咁樣樣。咁何況就係當我畢咗業之後，我唔需要再做功課，我呢件事更加唔會係好清晰咁留低住喺我腦袋裏邊咯。今次呢一條片作為抑鬱病病變過程嘅一個嘅補遺啦，嘅一個補充資料啦，咁我就講到呢一度啦，就係。咁我講咗就係我期望可以即係遇到一個更加完整嘅日記，另一位抑鬱病病人嘅一個更加完整時間嘅跨度比我更加長，更加比我早寫日記嘅一份嘅日記。期望就喺裏邊係可以將抑鬱病嘅病變過程有一個更加完整、更加詳細嘅還原嘅情況出現。而第二就係記憶能夠留低落嚟嘅嘢係好有限。咁今次就同大家傾到呢一度啦，多謝大家收聽，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我研究抑鬱病啦，支持我寫啦，支持我出版。如果第時有交流嘅活動，亦都希望大家可以大力支持。到最後，我希望徹底解決抑鬱病嘅呢一個心願可以早日達成，多謝大家。